观众朋友，较早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先开始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昨公布国内头一件武汉肺炎以来群聚感染，包括3个护理师甲1个清洁工。推断护理师虽然有挂嘴暗，毋过手可能无洗清气才会感染。另外一个是为境外移入的病例。目前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数总共有39例。 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一困头增加5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前一阵公布第34案，就是北部50外岁女性，最近无出国旅游史。伫这个月14，因为加血糖正情形，气挂急诊，21出现发烧咳嗽、脑后痛，一直到26才确诊胃着武汉肺炎。毋过，就伫住院期间，一名病院急诊的清洁工甲个案住院了后的3名护理人员，伫18到25之间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症状。 4个人采检了后，拢出现阳性反应，各伫29确诊，这也成做国内武汉肺炎第一件院内群聚感染事件。虽然说还不太确定按34它的可能感染源，那不过这是可以确认啊，这是一起这个院内的感染。 指挥中心表示，已经要求病院将34案确诊进前大的病房关起来，搁进行环境消毒。好在在共病房住院患者采检后拢是阴性，目前已经到指定大人病房隔离，急诊环境也采检90外点，也拢是阴性。目前相关接触者有270人采检，186人，其中183人阴性，3人在检验中。 分流分仓，都有落实再来做，所以不会说一下子要到达封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增加第5例病例是北部60外岁女性，伊伫1月底甲亲友到杜拜、埃及等地旅游，共团旅客除了个案以外有36人，回国进程伊出现脑痛、咳嗽。 28看医生采检确诊，成做国内第39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在这样的一个飞行里面，长时间的密闭的空间，有相当程度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再也提出警告，长途尤其长途飞行的旅程，能免则免了。 另外，第33案，也就是北部30外岁男性，前一阵对团到日本大阪旅游回国了后确诊，已经才也共团旅客甲一场接触者67人，其中3人有症状，已经住院隔离采检，其他会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佮安排采检。记者综合报道。 马尾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诊的病例，目前已经超过79000例。来看上新的统计。 中国确定病例有79825个人，死亡人数是2870个人。台湾昨新增加5例，目前是39例；香港是94例，日本本土241例，韩国目前是3150例。伊朗确诊的病例有593例，新加坡是102例，泰国42例。伫欧美国家，意大利上严重，已经有1128例。 美国目前是64例，也佫出现头一个死亡的案例。另外，法国嘛增加到100例，英国是23例。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全球摊开。今日透早，意大利证实确诊人数伫短短1个月内已经超过1000人。另外，伫美国是出现头一件死亡的个案。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禁止2礼拜内捌去过伊朗的外国人入境，嘛呼吁美国的公民莫去意大利甲南韩。世界卫生组织伫被证实甲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风险。 自原本的悬提升到非常悬的上悬等级，不过认为即马唔是会当随便人传人的大流行阶段。不过，敢若是伫咧意大利确诊人数就已经超过1000人。Della Liguria e quindi questo è il dato che voglio dare all'inizio, poi dare il bilancio per quanto riguarda le persone contagiate. Attualmente abbiamo 1049 persone contagiate, 29 decessi e in totale 50 guarigioni. 受到疫情的影响，有5场本来是29要踢的意大利卡球甲级联赛决定要延期。伫美国到29总共有66件确诊，并且出现第一件武汉肺炎死亡个案。
美国总统川普开记者会讲，死者是50几岁有健康问题的富人人，除了希望民众莫惊吓，也下令禁止2礼拜内8几岁以上项目的外国人入境，也希望美国公民莫去意大利甲南韩。伫咧奥勒冈甲加州的2件确诊个案，因为拢对查袂到感染源，出现社区传播的现象。There was no known travel exposure for this individual, so this is a case of community spread of the disease, much like the case from California earlier this week. 川普讲8月会甲药厂见面讨论研发疫苗。另外，厄瓜多也出现确诊个案，这是巴西加墨西哥了第3个出现确诊个案的拉丁国家。伫瑞士，利贝宣布3个15天前禁止1000人以上的活动，所以原本3月初5要开始的欧洲上大第90届日内化车展也宣布停办，估计损失是85亿台币。Nous avons donc le regret de vous annoncer que le Geneva International Motor Show est annulé, mais la santé de tous les acteurs de cet événement incontournable reste notre priorité absolue. 来看伊朗，官方伫咧利贝所公布的死亡人数依然是34人。因过有外公名的伊朗卫生人员甲 BBC 讲，伊朗的死亡人数已经到210人，甚至到1400人。因过拢互伊朗官方否认。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日本甲韩国疫情拢真严重，南韩目前确诊总数已经有3150例。伫日本的东北地区嘛出现头例确诊，这个个案是进前宣召公主号的乘客，原本采检是阴性，结果9天后却来确诊。另外，带乡亲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是28连假最后一天，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开始变寒，而且落雨。咱来看上新温度。今日锋面接近，北部、东北部地区会开始变寒，西半部天气也算稳定。中昼过后，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西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的雨势会较大。礼拜三会有另外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温度只有13度至20度左右。这波东北季风的水汽多，东北部、西半部山区可能会落雨。预计礼拜5，东北季风会开始减弱。继续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星座一级开设了后，指挥官陈时中嘛特别去桃园病院甲台北荣总视察，要求各病院爱加强管制，包括管理外国看护间的措施，嘛呼吁民众尽量莫去病院。伫桃园市长郑文灿陪伴之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29早起去卫福部桃园病院视察，因为桃园病院离桃园机场上近，因讲是第一道国门后送防疫病院，所以院方超前部署，为基进开始分流，搁伫户外设隔离区，若是发现有肺炎或者是呼吸道症状者疑似的病人，都会收治伫负压隔离病房。我们目前桃园医院的负压病房呢，总共有12间。那么要应付清明节这一部分的话呢，12间我们当然会全力的以赴。陈市长顺势7楼负压隔离病房，因为未来会专门收治确诊甲疑似武汉肺炎的患者，防止甲其他流产的病人互相围着。另外，也是将访客陪病甲挂一看护工的管理措施。不要让他在各楼床这样来招来招去，而是公有同伴，好几家好无同的楼层，然后大家互相在那边又。好，见面个聊天，要劝自然不要。他是陪病来的嘛。不止要求区域病院做好超前准备，医学中心也是共款。但市长各赶到台北荣总视察基进发烧体检甲病房整备状况，伊强调医保赞成病院对非法外劳通报起发，若无照护诊疗报告，恐惊增加医护人员负担，反倒对疫情无帮助。这个时候要在通报来把它解决。那造成需要陪病者的没有得照顾，那谁要来照顾呢？换句话，医院可能要用护理的人力来补这空窗，那这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不合理的事情。但市长要求医护人员爱做好防护准备，也呼吁民众尽量莫去病院看病人，应用视讯方式表达慰问，减少社区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
首先是联合报，今日是28年假最后一天，高速公路二股国道有9个后塞车的路段，建议民众如果要行西半部的国道，会当伫中道进前出发。另外，国道5号北上路段会当伫透早9点进前上国道。自由时报，今日是3月初1，有几落项甲啉酒开车相关的交通新制度实施。其中，啉酒开车若是吊销驾照、重新考照了后，一年内要开车或者是骑机车，拢爱装酒精锁。另外，对今日开始，自行车会当用合格座椅来载囡仔。中国时报，台北地检署家己制作一份防疫违法案件检举表，有整理25种行为状况，也佫有上新的纾困特别条例等7项法律，和卫生医察等防疫的执法人员有清楚的资讯内容。再来看武汉肺炎，伫网络有袂少假消息，甚至流传假总统夫人，因为有简体中文字甲中国网站的记号，警方判断是中国特定的社群网站放假消息。武汉肺炎疫情继续炭烧，刑事局接到网络流传假的总统夫人，内容以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法临时管制条例的不实条文，因为出现简体字以及微博小号铺水，因警方查办发现是一名叫做网中网是好网的微博主所捏造，伊也发文讲家己风化性通缉。这个画面的左上方也有出现这个伪变造者的昵称的浮水印，那研判应该跟昨天在网络上流传的不实的行政院的公告的手法是相同的。警方研判，这个假总统令甲2种假行政院公告，拢是由中国特定社群网站流出。另外，马协报有网友中造电视新闻捏造总统蔡英文疑似感染肺炎，送假日备办的假消息，无情锁定定小号前日2早，武汉肺炎影响全球。网通泰国宣布，自台湾、中港澳、日本、韩国甲意大利等国人民入境泰国将被隔20时间，外交部说明是假消息。因为限制特定国籍的外国人士入境。也没有针对来自台湾的公民有任何的管制。宜兰县府警察局伫面册社团发现台湾网友转达台湾疫情失控，军方接管台北，依蔡政府当假消息疫情北人等不实消息。比如说台北现在一车一车的尸体往火葬场，在拖机烧毁的，等散播不实的贴图跟文字啊。警方伫网友po文的14点钟来通知大部分的人到案说明，信后将人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表示伊违反纾困条例，上当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300万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马来西亚的政坛伫昨出现大变化结局。家己失掉首相的马哈迪由国家元首指定伊暂时担任首相，要阁重新选首相。新首相的人选是由土著团结党的主席慕尤丁来担任。马来西亚国家王宫发出声明，慕尤丁担任新的首相。土著团结党的主席慕尤丁是得到国阵甲伊斯兰党的支持。马哈迪原本伫明仔要召开国会特别会议，选出新的首相。若讲支持度有够，伊嘛愿意继续担任首相。但是马来西亚上悬的元首看决马哈迪要召开国会特别会议的决定。继续来关心，即马武汉肺炎继续伫国际炭烧，尤其欧洲的疫情严重。但是土耳其却伫28宣布，因为无法度负担收容400万的难民，将会开放边界，袂阁再阻挡难民甲移民进入欧洲。大批主要是来自叙利亚难民，离被进入土耳其加希腊的边境，希望会当进入欧洲。严格说服希腊正派安全部队下催泪加速管，现场正混乱。希腊的总理米佐塔斯基离被强调，绝对袂允准非法移民进入因国家。就边的国家保加利亚也强调，伫目前欧洲大陆的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升悬，若是这个时阵阁有大批难民入来，会互疫情更加歹控制，效果是真歹想。联合国安理会离被召开紧急会议。秘书长古提瑞斯呼吁叙利亚内战交战的各方赶紧停火。The most pressing need is an immediate ceasefire before the situation gets entirely out of control. 第27案，叙利亚政府军伫咧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3位土耳其的官兵死亡。
这是自从2016年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内战以来，土耳其伫一天内面上济人员伤亡数字。土耳其尾也发动报复攻击。土耳其本来就已经收容370万的难民，其中大部分拢是来自叙利亚。虽然土耳其甲俄国有捌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去年12月开始，叙利亚军方几多遍违反协议，搁开火。伊德利布省有超过8万的居民再度进入土耳其，和土耳其挡袂了。再加上美国甲北约无愿意甲俄国正面冲突，造成土耳其2倍决定要拍出难民牌，宣布要开放边境，无搁再阻挡难民进入欧洲，希望就此得到美国甲北约的援助。北约伫咧2倍再一遍呼吁俄国甲叙利亚军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攻击无辜的平民百姓。We also call on Russia and Syria to fully respect international law, because we have seen bombing of civilian targets, we have seen increased humanitarian suffering,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leave their homes. للطيران أكيد رح نرجع، أما إذا استمرت المعارك عندنا بمناطقنا وما صار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ولا في شيء، نحن ما ضل عندنا باب غير أوروب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伫咧2倍再一遍表态挺土耳其。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甲俄国总统普京2倍也针对叙利亚情势用电话交换意见。不过，伫即马上重要的任务，除了停火以外，别那片边搁再发生欧洲难民潮，增加武汉肺炎伫欧洲的防疫难度，是国家急迫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摊开，台北捷运宣布已经伫台北车头板南线入口设红外线机器，若旅客体温超过37.5度，会搁用耳仔度针来磅。总共体温确实超过38度，得拒绝旅客坐车协助就医。好，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展演大厅黑白格区。会有最有情形发生的旅客一个全聚席地而坐，而且逗留的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们目前暂时以针对这个大厅的一个黑白格区的一个，希望民众配合，那我们来共同抗疫，然后守护台湾的安全。台铁局说明，会伫车头大厅4边夜牌啊公告，佮会甲环境做伙巡查。假使若拄到有人坐裤卡，或者是一定人做伙聚集，就会扣劝因离开。来看到新北捷运的宽纵线3月开始正式收费，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视察捷运的防疫作业，针对第32例外国看护工有坐大众运输，新北市嘛提供伊坐车有挂喙暗的监视器画面。列车至进站有100秒的停驶时间，清洁人员进入车厢，针对立条有权加换手加强消毒。新北捷运宽纵线3月特别正式收费，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来到新北产业园区站视察防疫作业，指出捷运营运1个月累计运量超过150万次，平均每天有5万人次。不过拄到武汉肺炎疫情，决定伫离峰时段安排清洁人员分别伫新北产业园区站甲大北南站的列车车厢加强消毒。到底要不要全部在捷运戴起口罩来？这一定要由中央跟地方大家统合协调好以后，一致性的动作大家才来做。所以这个部分的规定，我们也可以法令给中央。对目前无强制要求坐捷运挂喙暗，侯友宜除了表示有高成的旅客落实自主管理，也强调需要中央甲地方统合，才有一致性的动作。至于咱国32例确诊个案，非法或者看护16到19摆坐的大众运输出入台北车站用膳时引起外界议论。对此，新北市提供看护坐车片段，虽然有挂喙暗，客运公司随调回收为车辆消毒。他们连证件都是伪造的，所以会造成医院查核上的困难。我们现在对于外劳的部分，我们认为说是人道关怀，然后防疫优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的不是要把他抓出来，而是要让他不要成为防疫的缺口。黄珊珊向中央化话，针对非法移工再次用自首专案，透过减轻法则鼓励因主动通报，增加防疫工作的可控性。针对小巨蛋伫防疫期间举办大型活动，黄珊珊表示，会请捷运公司甲厂商协商，调向取消还是延期方式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连续假期天气袂歹，加上疫情，所以袂少民众拢选择去户外景点，亲像南投溪头、日月潭，游客人数拢增加袂少，住房率嘛拢有9成左右。不过业者嘛表示，做落来小月则是考验，学者嘛建议政府虽然有纾困方案，但是条件莫限制遐济，才会当带动整体效应。 散步伫咧樱花林内底，溪头的粉红花蕊配上美丽山景，真侪游客来到这翕相的手拢停袂落来。南投路过红红地黄，这个刚刚来到袂少的人潮，除了亲近樱花，嘛要来感受新鲜的空气。因为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樱花。会啊，而且今年的花期好像比较晚。 摊商这个刚刚嘛感受到人流回温，今日把握时机推出限量商品，受到疫情影响，袂少人外出甲旅游的机会减少，嘛有观光旅游业进入寒冬，而且几工仔连假民众外出行比例增加，南投的户外景点嘛特别受到欢迎。 然后大家心情都很紧张，所以呢，来这里心胸都特别开朗，然后呢，也可以看到很多好吃好玩的。这次228连续假期呢，我们溪头这边呢，以我们馆内来说，今天的住房率都有高达到9成左右，还算不错这样子。 包括着亲近农场、日月潭、溪头甲妖怪村等景点，这个敢是人潮满满，平均住房率拢有9成左右。不过也只烦恼，速度来学生已经开学，迄个疫情嘛还未缓和，2、3月份嘛已经进入淡季，这是考验的开始。学者认为，交通部日前宣布5大纾困方案，农总30日也已经转述完成公告，受理业者来申请，不过条件还佫较放宽。我们不敢出国，其他人也不敢来台湾。 国旅的话他们可能觉得安全，可能还是会去走一下这样子，因为这可能是一个那个短暂的现象对。那因为这个假期过了之后，可能又会回到那个就是游客还是很少的状况。 学者认为，交通部观光局提出的纾困方案，虽然已经包括着各个观光产业，不过包括着人才延迟费用、融资贷款以及入境奖励等措施，应该更较有弹性，才会使对着整体的产业面有全面性的带头的作用。记者南投综合报道。今日方面接近中昼过后，北部、东北部地区会开始变寒，东半部地区雨势会较大。继续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 华东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晴，咱再会。